续来看台北的麦帅桥顶发生着惊险的一幕，一个太太骑机车骑到一半，安全帽怎飞出去，飞往后壁去，后壁规排的机车紧急掠挡啊！其中有一个骑士袂赴反应，触链刹车。 规排机车要骑过桥，雄雄飞来一顶粉红啊色的安全帽啊！安全帽啊，伫咧涂骹，幸好倒边的机车弄到，佮飞去正边，袂输咧跌珠啊！后边车辆紧急打动啊，要闪，其中一个骑士袂赴反应，全人甲车拢摔伫涂骹。前面就突然闪双红灯急刹，那我当下也跟着急刹，那我那时候就听到后面有很急促的刹车声。伫咧昨早起8点外上班的时间，伫咧台北市白水桥的机车道，车流是非常济。一个富人人不明的原因落一顶安全帽啊，虽然事后有豆豆往路边落车来扣，不过已经造成后壁的车流大乱。台北市的麦帅桥是松山通往内湖的重要道路，不过这边的机车道其实路幅并不宽，如果前方有突发事故，后方就很有可能会反应不及。麦水桥虽然起机车分流，汽车甲机车都有分开，袂互相影响。不过机车道的边啊，就是人行道，佮差不多宽，机车通行的空间是真有限。头前若有任何状况，嘛无所在通摄。 它现在两边的宽度不够宽啦，它那个分向道有没有？如果要闪车、会车的话，比较危险。你上那个高架桥，第一你安全很重要。你如果我们帮考掉下来，你隔壁，对，这很重要，所以你是本身问题嘛。那这个事件，警方目前无接到报案，富人人的安全帽啊，到底是安怎会落落来，搁要查清。那是因为无下案，就要罚500块；那是挂伫咧车顶落落来，嘛要罚300到600块。民众上路进前，就要重复检查，避免害人受伤，搁要接罚单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